讲到台北大稻埕的贵德街是清朝尾仔真重要的地理贸易中心，其中丹天来古厝是迄当时的隐居地行，这造型唔但气派，也是做生意甲人办暖的所在。这间老地行也得到台北市文化局的补助，要开始动工修复啊。它这边这个楼梯的这个玻璃呀、当初是由香港的著名的玻璃的制造商。这个玻璃是凸出来的。伫大稻埕贵德街丹天来古厝，也就是迄当时的金记地行，是1920年请厦门、台湾甲日本的建筑师傅做伙来起的，有中洋和西洋特色的巴洛克建筑。毋但古厝本身和文物有珍贵的历史背景，丹天来先生嘛是迄当时推测台湾北部地业的重要人物。为着保存建筑物，丹天来古厝拜三举行修复工程的开工典礼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建筑物内外重要的文物拢会好好保存。陈天来先生在这一栋建筑里面也悬挂了很多的吊饰，许多收藏包括书法、画作古董等等。那目前我们也都先列册，先收起来，等到未来修复工程完成，就会再展全新的风貌。负责修复工程的建筑师傅施路坚认为，这间古厝的修复会当和单家的历史甲台北市的历史做一个连结，非常的珍贵。另外，文资局副局长嘛表示，这是头届政府和民间做伙来合作进行古迹的修复工程。陈天来故居如果将来完成，把陈天来家族的过去的小历史故事，可以连接上台湾整体的大历史的格局。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合作的模式，是台北市在文字保存上一个开创性的工作。那也希望未来能够运用在其他的古迹的，尤其是私有古迹的活化跟保存上面，那让它能够成为另外一种典范。丹天来古厝修复完成了后，会用原物展示甲建筑博物馆的方式，呈现迄当时台湾上流社会生活甲文化。另外，嘛规划历史资料展览室，通互大家做伙来感受大稻埕地上甲台湾北部地美的历史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